台南市新南国小是培育国内软式网球的选手基地之一，4年来总共得到11项全国赛的冠军。虽然政府有提供训练的经费加设备设施，不过伫球队参加比赛加球衫方面，因为经费有限，原林美燕特别媒合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12号上午特别捐赠球队每人一套全新的球衫，互球队伫训练比赛时更加有自信加荣誉感。衣服、球衣是最需要的。那因为这几天也太热了，小朋友就是只有2套的球衣，事实上对他们来讲还是不够的。所以校长也讲说，公部门没有办法就是提供这个球衣的预算，所以我们也联合了我们长期关心在新南国小这领域的教育的我们康黄金慈善爱心会，包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请他们能够针对球衣来做个就是捐赠，他们也一口就讲说 OK 没问题。那今天就是把它完成，就是协同球衣的捐赠啦。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呢，知道呢我们新南国小的软碗他们都长期都有在训练，但是呢因为这样子有时候他们的那个训练的那个经费不足，所以这一次知道说小朋友他们呢非常热爱这样的网球，那我们想说有这样子的什么一个方法可以支持他们，就发现他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个衣服，穿上去的话可以雄赳气昂昂的去代表学校去比赛，所以我们这次的一个因缘机会就捐赠了一个25套的一个衣服，那希望他们能够穿着这个衣服，然后出去比赛的话再创佳绩。今年呢，刚好前几天在一个家庭访问的一个场合，那谈到学校球队主训的一个，每人也很关心我们还有欠缺什么。那我想我们在训练的器材都由台南市政府有足够的经费给我们补助，唯一欠缺的就是选手的服装，因为每次比赛大概一天都要打个3-4场，所以我们学生如果只有原来我们学校准备了2套衣服，其实是真的不够了。那每人也很协助、很关心，那给我们争取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也感谢他，那也感谢其他的团体给我们这样一个资助。那学校会本于发展学校特色的一个立场，我们会持续在软网的方面去深耕，让孩子有发展他一个潜能的一个机会。那为我们台南市争取最高的一个荣誉。校长魏婉伦表示，软式网球是新南国小的发展重点。目前伫亚运的国手都有3位是新南国小毕业，加上顶礼拜花莲转中运。前8名当中有5队是新南毕业生，看到每一位队员穿上新的球衫，大家嘛拢真有精神，希望未来持续努力，为台南市争取更较侪荣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